我叫穆春风，青州穆家第3子。我这雪松长船正要去那北离海域的尽头三蛇岛。要我4人协助你，并没有问题。只是我们有一个要求：到了三蛇岛，拿了那3枚蛇胆，你们随后得借我们艘小船。他这一番去那海上仙山，也不知是福是祸呀。我的目标不是你们，让萧瑟跟我走一趟吧。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。哼！这是当世10大名剑位列第7的董千山。老臣奉皇旨，特来接你回去。三蛇党到！